金色年華花園南北通透雙陽台靚樓推介，想喺中山揀一間光同通風都靚到爆嘅靚樓。今日呢間金色年華花園嘅好單位，實打實滿足你對南北通透加雙陽台嘅所有幻想。呢個單位建築面積約98.24平方米，規劃做實用嘅3房2廳2衛2陽台。重點嚟啦，南北向加雙陽台設計，空氣對流零阻礙，無論係朝早嘅陽光定係黃昏嘅清風，都可以輕鬆穿堂入屋。屋企時刻保持光猛通透，居住舒適度直接拉滿。價錢方面都好有競爭力，掛牌價95個，均價只係967元每尺，首期約14個。對上車家庭嚟講，入手門檻相當友好。